Hello，你好啊，你好。咁就歡迎大家正方制國室內及建築系嘅同學仔，大家可能有機會做建築師同埋室內設計師噶嘛，係嘛？咁你就即係基本你有6大類型你要分得到咯。咁大家有冇聽過高溫磚同低溫磚，或者有冇任何嘅概念 Eric， 呢個 fit 碼嚟㗎。高溫磚、低溫磚咁佢哋嘅級數咯，即係越高溫去燒咧，咁個高溫磚嘅密度高啊。佢低溫磚燒嘅話，可能仲有啲氣同埋。俾啲掌聲啦嚇，都好勁啊，係啊。咁啊嗱，呢個最快咧一定係中間呢塊㗎啦。咁中間呢塊咧係瓷片嚟嘅，吸水率咧係超過10%嘅，係啲陶質嘅磚嚟嘅。唔知大家咧有冇喺 Instagram 啦睇過一啲片咧？This is not stone，咁就攞住好大塊嘅一塊板咧喺度熬佢，咁佢竟然可以屈。呢隻物料將會係喺未來有一個好大嘅作用。